来陪我大人，我家己都毋捌，而且家己都毋信啊，我要大声话啦。但是嘛，转去啊，有缘转去。我转去都好势好势，嘛是爱有缘，人过日子啊。来，咱帮助你打电话来。你徐先生，我明仔来陪我看。过来，明仔要来陪我看，那变怎？嘛都来食了，变怎？去食咧，中昼年就做伙食饭。安尼话，素食较好食。哦，准备走就拢去餐厅，遐日暗时做几点？8、9点啊。8、9点，啊，就助你上一飞机，迄个就国属于是嘛，过来食者素食的，无菜。甲讲，但是阮著咧包便当啊，我好，我你帮我包个便当，迄个便当50块。啊，毋知包啥，我都毋知影。结果咧，迄顿饭食了，准备要来食泡茶啊。即个便当当时要放去对啊，因为周边所有朋友全部拢食海产，咱袂当放去餐厅外，咱做伙食歹看。准备车去拄伫停车场，啊落便当拍开就开始飞啊。太安尼啊！以前咧食石板。食热鸡，食鸡嘛，食迄啊，是一直食到饱，换伫饭安尼啊。毋捌讲，好，即顿食了够爽，毋捌啦。结果竟然即个便当，哪买哪爽办？想讲哦，赶紧，即个便当好诶哦，赶紧打电话阮太太，甲阮太太讲，好，我便我素食便当，太好食，安尼。海产咧食哦，无感觉啦，就敢若好食尔啦，但是袂欢喜啦。即个素食便当竟然，互游客欢喜迄个，足欢喜。那么呢，当然接着就多位事情了后，游客咧开始去个回想，真正有即回事。后有人上街甲人讲，是宇宙的万物咧，一点灵性拢相像，一点灵性拢相像。其实咱是有种代志，有一道游客咧，伫咱基北岛，我感觉游客有一个歹习惯啦吼。其实还好啦，我就是无啉酒啦，薰食真大啦，肉肠拍真香啦，只要到人叫我拍肉肠卡我落去啦，半暝我嘛去。结果咧，有一工伫基北岛有一间餐厅，就敲电话叫游客某拍肉肠，我当然去啊。结果，咱咧海产餐厅哦，伫个门口拢有鱼池啊了，拢有饲鱼啊。去了伊有逐游客伫平湖食海产，大家拢知个啦。伊就甲游客讲，我叫阿贤啦吼，游客叫阿贤。伊遐旅游甲拢讲，贤哥，迄要石板咧甲你看。我就在讲，我即摆行来，伊若无走，我就了解台。伊若无走，我了解台啦。哦，迄尾就告诉15，迄尾就告诉15啦吼。但是我就是食会完啦。结果咧，我行我来哦，迄尾石板竟然回头走啊！我食走，我行来，我搁行，搁走。哦，我都将是人也有做代志。我搁行走，伊竟然搁行我来，哇！你这都真正，第三遍搁行，竟然搁走，我就甲遐所有来讲，我你看，吼，你看我行我就好啦，吼，伊命不该转。所以讲咧，即阵想真正是讲，无伫个迄个时阵，咱社会都在甲人讲啊啦，迄有灵性嘛好讲食啦。但是咱迄阵真正毋知影。那么呢，常拄仔讲，先分清楚，只要咱游客要做见证，咱有讲师咧，都会甲咱讲袂讲。游客伫泰国嘛有关小城，到我即当今10月初过9度，到我今仔日
后学所做代志，咱像大家拢唔相信，因为早期信用真歹。食寿司，阮太太的烦恼，周边的朋友拢唔相信。去咱泰国，咱是真正有咧证明咧改，咱讲真诶啦吼。因为阮一工食3包粉啊，咱是找伊去泰国，找几点要倒来啊？照你讲，我上少炸2条出去啊，结果无啦。我炸2包啊，较无3包出去。啊，因为所有的经验拢大做伙啊，偷食粉，咱做上天拢知影，吼，甚至咱办经理、经理嘛有看到，但是真主秘唔敢安尼讲啊。咱真正想讲偷食粉都无人知，尤其讲走出去，咱有踮外口偷食的呀，我人会知影。结果咧，伫咱10月初5，又伫咱即个法律顶头咧。经验法官，又考要请考。原地完全无接受寿司，食寿司，我食就好啊。竟然法官要请考，我敲电话甲阮太太讲，伊老婆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化验我要请考，阮太太开始烦恼。阮太太开始烦恼啦，伊安那烦恼咧，伊会想讲，啊，小可知影请考是安怎咯？但是小可嘛真正毋知啦，小可想讲，我请考，我都讲好话，毋爱讲歹代志，开喙就讲道理，但是道理现在开喙就有啊，爱学啊，袂紧我咧学啊，我莫食粉，莫食酒，莫跋筊，伊应该就会使啦。我就烦恼，打电话跟太太讲，太太唔相信，开始烦恼。伊又讲打电话咱苏玲姐，苏玲姐，阮先生讲伊请考的还要怎？伊也知毋知啊？开始烦恼。我会讲吼，我甲所有人讲，以后查某囝敢若一个尔，以后敢若一个查某囝，吼，那么呢，4条里面毋是遐简单的，那么。各位，你轻点来想看觅，只个借骗，甲咱讲的每句话，拢无甲咱欺骗。虽然小学接受着咱的道无解久，但是咧，小学真心的体会，因为负责人甲咱准备，原理永远爱行伫业力头前，原理永远爱行伫业力头前。头拄仔咱讲的，即个无形代替伊照票了后。并无讲一件代志要安怎处理，要安怎解决啦，拢无。结果咧，小学伫咱10月初5，伫咱泰国道场的发请考官9点外，敲电话阮太太吵11点，阮太太竟然甲我讲，妹妹代志处理好啊，后遐奇怪。妹妹的代志处理好，因为咧，世间所有一切灵性拢是平等的。通拄啊，各位若会记的，就是讲，小学有讲，这查某囝咧伫咧分的，伊有讲，伊有看到神奇模拟文，毋知会记的。阮查某囝咧对这个邪论拢无熟悉，伊敢若当朋友一心一意就是要拜咱妈祖婆。一个囡仔有一人交妈祖婆讲话讲出这样论，咱嘛想无。结果咧，伫迄个当时，伊就是求咱妈祖婆，希望咱妈祖婆咧来救伊。结果咧，求妈祖婆，妈祖婆无来，释迦牟尼佛来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来，当然不要紧，妈祖婆不来，咱无求释迦牟尼佛会使啦，伊就求释迦牟尼佛来甲伊救。咱所有看到仙佛吼，伊的法相拢真慈悲、真庄严。结果这个囡仔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，毋是庄严的佛像，是忧愁满面的佛像。伊这个目头是假的，伊就叫咱释迦牟尼佛的来解救伊。结果释迦牟尼佛的面带难色，甲这个囡仔讲：
你的情绪太多的错事，一切罪过，你会家己去承受。这个囡仔真伤心，我也无做歹代志，我真诚心在拜神，为什么你唔救我？殊不知罪孽太重大，所以讲咧，真侪人拢夹去后学对倒个神会骗，所以讲咧，伫即个尾声，后学咧一几工有家己想一句话来家己做勉励。人讲树斗走不如行斗胜，后学咧会用这时间，用咱未来不管偌长偌短时间咧，来对咱即个都来辅助咱的师尊师友来行道，来修功立德，来。感谢讲师组的全道宗，君道宗。喂，咱请坐吼，请坐吼。谢咱徐先生甲咱做一个遮清楚的一个介绍，甲遮清楚的一个阐述吼，见证着伊的这个过程。确确实实，因为人生过程内底当中有足侪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，所以咱也听伊讲的，咱也感受着讲，确确实实。因果业力，即个物件当中，这是走袂去的物件。咱忘记讲，我即世人无做啥物代志，我就拢无代志，毋是安尼。咱若即款的观念，甲即种的看法，这是种的大错误。这是大错误，因为咱有历史所累积来这物件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命运。所以呢，咱好好下尾继续，把咱的先来耽误咱的时间。不过因为咱拄则知影吼，即摆接近选举，选举的时间到，咱有一寡。